上次講話應該諗多幾個方法，不過有好多人就話：唉，我諗到我就諗咗啦，你我突然間再諗一啲奇怪方法邊度嚟啊咁樣。咁啊係嘅 idea 咧係真係唔會就話有就有嘅。咁呢一樣點樣嚟呢？都係講翻一句，其實你平時應該要有啲訓練嘅。只要你每天咧圍住唔同嘅事咧，試下諗幾個可能性或者唔同嘅可能嘅方法，我相信你到真係面對真正嘅困境嘅時候，你絕對有方法解決，因為你嘅思維係開放，可以接納唔同嘅可能性。因為咧，你每一日咧，其實你面對成千上萬嘅決定嘅，可能你唔覺嘅啫。咁呢啲決定全部都有好多可能性去解決嘅。例如就最簡單，你今日行過條街，你見到個人係同你迎面而來，你向左定向右行。另外見到一個似識唔識嘅人咧，你想同佢打招呼定唔同佢打招呼咧？定係行近啲等佢同你打招呼咧咁樣。咁所以好多可能性都可以練習嘅，有機會再講，拜拜。